大基本千万字，逐工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咱台湾民间信仰真接看到互神明收做客囝，希望神明保庇囡仔交大好摇饲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客育的客，读课的课第3条，有一寡地头读做客。古早台语字典解说，这个客是拍甲的意思，比如做结约、定名，咱讲是客名，也就是拍客约。另外名词加做合约、捐赠，像讲田地所有捐赠的证明文件，就是田客；若厝的所有捐赠、房地产买卖契约，就是厝客。另外，这个客嘛有相合的意思，咱讲是客合，客合嘛当讲是客约的含义。另外，客嘛当讲是因为结拜约定做有亲属关系，咱讲客爸、客母、客囝。也毋过，若客囝的意思是形容已经结婚的女性头家的对象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2个词。头一个读做客约，这意思是讲超过2个人同意的代志，依照法律的关系，互相约束爱遵守的条件，写字来做登记。第2个词读做客合，咱头前讲到，这有2个意思，一个是客约，另外嘛当讲是2个人正合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2个词合做伙。譬如讲，因2人互相了解了后，讲甲不只啊客合。决定要合作投资做生意，不离个也是爱拍客约，保障双方的权益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客，有一寡地头读做客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